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。今日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，想推介嘅好書就係不慌不忙。今日想講下有關於工作上面必要做同埋想要做，唔知大家對於必要做同埋想要做呢兩個 terms 有啲咩嘅諗法呢？我就認為必要做嘅就係喺你人生嘅 priority 之中，你要擺得好高好高，你要即刻處理咗佢先。而想要做嘅就係你做完必要做嘅嘢，你先至有時間去做一啲想要做嘅事情。想要做嘅事情未必係一啲你一定會發生嘅，呢樣嘢係喺必要做之下嘅。所以如果你喺你做每一樣嘢每一日嘅生命裏面啦，你先要做一啲必要做嘅，再做一啲想要做嘅，咁呢一個效率咧就會更加高啦。今日就係想講到必要做同埋想要做呢一個課題啊。好多人喺工作之中感到苦惱，係源於冇考慮清楚必要做與想要做。必要做必須走喺前面，想要做先至有可能實現。做好你嘅必要做嘅，先至有可能做你想要做嘅。必要做既包括學習相關嘅知識同埋技能，不斷練習掌握佢，駕馭佢，包括承受打擊，被人哋去否定，遭人們去到批評。絕對唔能夠少嘅仲係聆聽對方嘅意見，喺既定嘅框架之中全力做到最好，無論係咩情況都不能夠俾對方留下負面嘅印象。必要做嘅事情往往係刻板無趣，唔太合理嘅，仲可能嘥咗好多時間同埋精力。必要做嘅唔會係你想要做嘅，我哋已經提到必要做在前，想要做在後。必要做嘅係因，想要做嘅係果。無論你係諗住實現自己嘅夢想，定係希望對方接受你嘅方案，只要你期望做想要做嘅，都請謹記先做好你必要做嘅。期望得到想要做嘅自由，必須接受必要做嘅束縛。自由唔能夠仰賴人哋嘅賞賜，只能夠靠自己爭取。呢一個嚟自不慌不忙。今日想講嘅必要做同埋想要做，對於想要做同埋必要做嘅呢兩個 terms，其實我就係諗起喺工作裏面啦，我哋有時候要面對嘅必要做嘅，就好似你返工，你有啲嘢其實你點樣都要做嘅，你冇可能你唔去做，包括係你啲工作嘅 task 啦咁樣。咁係噶，就好似呢度所講，其實係冇乜興趣嘅，即係你唔會有你令自己好中意做嘅，咁但係呢啲你就要去做咯。所以你要做完必要做嘅嘢，你先有時間做啲想要做嘅事情。喺你嘅生活裏面其實都唔少嘅，而必要做嘅嘢，即係好似你起身你刷牙洗面，或者係出門口返工，其實呢啲嘅過程都係必要做嘅。但係你係咪真係好想做啊？你唔想做嘅，你想做係咩呢？放假去旅行啦，然之後自己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，同朋友去傾下偈啦，咁樣做下其他自己想做嘅嘢啦。咁呢啲係想要做嘅嘢。咁但係做呢啲之前，咁當然你要完成一啲更加重要嘅 task 先啦，你先至可以去做一啲想要做嘅事情。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一個人生嘅 priority 咯。有時候都係一個動力嚟嘅。你做完一啲你必要做嘅事情，做快啲，咁你咪可以多啲時間做一啲想要做嘅事情咯。咁樣咁嘗試轉換下，調整下自己嘅心態，都會喺你嘅生命裏面會有一個更加好嘅 priority 啦。你個時間就會編排得更加好啦。今集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